安南区出身的议员区兆胜上午市政总咨询，首先伊伫杂志的施政满意度，肯定市长施政的表现，接续嘛为地方的建设来争取经费。议员龚生切表示，如果市长答应经费，那呢满意度会更加较好。其中针对洲南里活动中心的土地变更的进度，以及大安里活动中心，议员希望市长的任内会用的起好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如果会用的，会当用第2五美金来规划，任内动工无问题。你是毋是会当先有哪迄个先哪设计啊哪迄啊土地哪会当的是？有啦，这部分迄个细部计划啦吼，包括迄个建筑师咧要安怎画安怎，这部分是到有哪会含议员你这边再搁做一个研究了吼。啊，我这区公所当然这件代志，我市长我真支持啦。啊，所以这部分我来进行到较无问题，真顺利。啊，大安里活动中心呢？迄个大安里活动中心吼，实际上伊正是理想和大安是一个社区，啊，所以两个里共同使用去挂社区使用，所以即摆因为草无聊，重划好啊，啊有咱非常感谢咱地政局这边遮吼，已经搁交地啊，8月交地出来啦吼，啊这部分我叫区公所赶紧落去规划，看设置地点。地点嘛已经有啊，啊即摆就是讲吼，伊的设计经费已经送起来几6个月啊，啊毋知伫对啊。准啊会使，我议员报告吼，准啊会使。吼，我就用200金来用伊个规划费啦。啊，紧规划话，他动工啊。有好啊，系啊，看会当你落认真前起好袂啦？起好困难，动工是无问题。除了关心活动中心的进度，另外伫咧治安甲伫交通方面，议员嘛争取希望伫咧安南病院的周边，包括中和甲和济路口来增设监视器，因为附近的交通流量大。交通的治安问题嘛多，对此市府警察局甲民政局嘛回应会来配合，而且嘛甲病院来协调，毋定单一路口来设监视器，同时嘛希望院方会用增加院区的停车场甲伫角落顶。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。